中国打压台湾的情形，即马去互耽美媒体报出来。咱国驻耽美代表参加日本驻耽美大使馆办的天皇生日会，去互中国的代表要求讲，都爱甲咱赶互走。针对这点，外交部是大力谴责中国，因这种战狼外交恶质的作风，实在是有够无水准。外交部也要强烈谴责中方外交人员试图恶意阻扰我国与他国正常互动的粗暴卑劣行径。这种战狼外交的蛮横作风，不但毫不尊重主办方，无视出席国际活动应有的基本礼仪，而且完全背离国际民主社会的文明素养。根据耽美媒体报道，日本驻耽美大使馆2月份办天皇生日会，中国驻耽美大使王雪峰叫日本这边都爱甲咱台湾的代表郑英俊因翁仔某赶走，去互日本拒绝了后，因是丢卡蹬地，活的就做伊走。离开进前，甚至阁用镜头甲地准用安尼记。外交部强烈谴责中国的外交人员挑工阻挡台湾甲别个国家正常的互动，这款恶霸佮恶质的举动，完全毋是民主社会会有的做法。